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乐成宫，以拜汉溪妈祖来出名。这个元老成军嘛促成真侪良缘。今年这个乐成宫第5届的集团结婚，有78对的新人完成着终身大事。大家做伙求婚，再留下幸福的印记。78对的新人伫汉溪妈祖甲元老成军的见证下，做伙幸福完婚。乐成宫集团婚礼已经第5届啊！有200多年历史的汉溪乐成宫，除了以好晒汉溪妈祖出名，元老成军嘛促成真侪良缘，庙方搬现代元老。这家集团结婚之后，过大概1-2个月就怀孕了，对啊。结婚生子都在这边。对。然后就是月老就是帮我们牵成了这个姻缘线这样子。庙方阁准备家电做抽奖品作为因的成家礼，大家做伙伫遮乐见真爱，成就幸福，共同踏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